講真罕見的白海豬啊，攏是農曆的3月媽祖生的前後來出現，結果真正有影。台南有漁民佇安平外海作業的時陣，看到一噸的白海豬啊，大約有10隻。漁會講，這嘛證明外海的水質真好，所以白海豬啊才會出現。當漁船啊駛佇咧海面上，常常看到海波浪干擾，魚仔酷酷跳上海面。發現敢若是珍貴的白海豬，這是3月16日台南漁民佇咧安平外海翕到的畫面。當時白海豬離船只真近，互漁民介歡喜。出海去作業，然後去釣魚，然後就剛出港就遇到，在離岸頭1海里的地方就遇到整群的白海豚在那邊覓食，然後持續的往北游動。但是主要是當時浪太大，沒有再繼續往水灌我，然後看到它大魚會跑到哪個地方去。這是唯一一次遇到這麼大的魚。所以你才會想要把它拍下來。對啊，因為很興奮，真的是很開心，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群，然後離我這麼近。漁民的這麼歡喜，是因為這白海豬唔那全台灣敢若剩50隻，嘛真哈哩看，各方稱作是媽祖魚，因為經過攏佇咧舊曆3月前後才看到，證明了說我們這邊台南外海的水質跟我們的環境保育已經開始在增加。那相對應的，應該就是因為我們的蚵棚養殖的關係，因為蚵棚的養殖，它會形成一個食物鏈，然後會聚集小魚，讓魚群來捕食。那相信這個是對海洋保育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富裕條件。叫稱作是媽祖魚的白海豬，那數量真少，會出現的地點嘛代表當地的水質清氣。即便規群規掛出現佇咧安平外海找物件吃，互看到漁民攏感覺真 lucky。Hello， 我是蔣欣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